各位，今晚咧我就用翻屋企嘅 WiFi 睇睇下嗰個現場直播情況穩唔穩定。我唔夠膽擔保，因為始終呢一度嘅嗰個現場直播，佢睇下個容量嚇，好似而家就話連線嘅速度不佳，咁啊盡量爭取好冇？我自己手機曾經用咗幾晚之後啦，好快咁樣已經啜晒所有嘅 data plan 嗰啲叫咩啊？嗰個容量，咁所以都係比較窄細少少，盡量爭取呢半個鐘頭裏邊講講下今日我企街站嘅嗰個感覺。街站並唔係容易企，咁啊一早咧就7點零鐘去到呢個新屯中唔係新屯中，新元朗中心對開係去雞地嗰邊嘅橋，的確係好多人流，好多居民呢返工都係經過嗰條主要嘅行人天橋，我就企喺度同大家打招呼，介紹自己，亦都同大家講聲早晨。講早晨實際上唔係好困難，但係你要堅持同居民打招呼，佢可能唔認識你，你自己要好主動咁去做呢個工作呢，的確係有返感受。我覺得選舉亦都係咁，係訓練一個人嘅膽識，將自己去向公眾嚟推介，係的確一個好好嘅經驗。年青人參選，我亦都係好贊同。喺個過程裏邊係會有歷練，有學習好多。嗱，如果網民又收到任何嘅睇到我今晚嘅廣播，如果有任何不足之處，你即刻係作出反應好冇？譬如好似話聽嘅聲音啊，夠唔夠明亮啊，聲調夠唔夠咁樣好嘛？好，咁就有冇人搞事？今日相當唔錯嘅，喺嗰度新元朗中心嗰度呢，啲居民經過嘅呢，大部分都好友善。佢哋勤勞工作勤力嘅一班早上班嘅一族。可能有啲未瞓醒，有啲狀態不足，咁但係大部分呢反應都好合理，冇人搞事。我亦都撞到兩三個，唔係好多住先嚇，兩三個居民呢就主動同我握下手，其他大部分呢都係見到冇乜大嘅表情，亦都有顯著部分係笑啦、打招呼啦，咁嗱呢個係好好嘅開始。今日我第一日企嘅街站，禮拜六我已經報名參選，而今日禮拜一係19號，感覺良好。下晝嘅時候呢，我就亦都係去到呢一個未講下晝先啊。早上去完呢個新元朗中心，我又去屯門嘅安定村，咁嗰度個仲好啲添，因為我企喺巴士站旁邊傾偈，揸住個咪，將我嗰個撥亂反正、破格求變嘅單張派上去，接單率都相當理想。我喺今日收到信息呢，其他站頭嗰度一日都有派咗成500張咁多，以2個鐘頭有500張，嗰個速度去得都頗快。當然同區議會選舉嘅時候嗰個情況又唔同。區議會我純粹就係一個小區前後街，一個站可能一早上已經派1000，嗰個速度呢都好驚人嘅。咁但係今次我係啱啱開始，未完全熱晒身。咁但係其他站頭嗰度我派嘅質量唔係好多，都有500，個零鐘頭，所以嗰個量嚟講都算係叫合理。嗱，咁講下喺安定嗰邊嘅感覺係點樣？安定呢就好多人呢就喺度等巴士，我就好大膽啦，唔知醜咁樣啦，係咪先？勇於去推介自己嘅政綱，話俾大家聽。我好希望係香港唔好再蹉跎歲月。未來4年，現在係一個關鍵嘅時刻。過去4年，我哋有大量嘅時間花咗，浪費晒，係純粹拉布，有好多重要嘅議題，實質嘅工作係未去能夠得到一個適時嘅關注。
我哋香港應該係大家會食腦，唔應該再繼續咁樣沉淪落去。撥亂反正、破格求變呢，係我而家嘅一個口號。好希望就特別喺兩大項目方面，較早前講喺民生、經濟同埋法治方面嚟講呢，係特別落苦功。咁所以較早前我有兩個 aspirations， 嗰兩個 aspiration 我禮拜六嗰日已經講咗。咁其中呢，就係今日我又再同大家傾傾，究竟我哋點樣？有一個幾好嘅比喻就係點樣？我哋唔怕環境係點樣係困難，就算周邊有打壓，咁我哋都要尋找一條出路。可能你自己唔係贏在起跑線，但係我哋係可以勝在衝線階段完成嘅時候衝線，呢個就係我哋嘅目標。上次我哋睇過一場馬，嗰場馬就係有隻馬叫做巴基之星，一出閘已經墮後咗3個馬位，咁但係佢可以唔放棄，咬緊牙根嗰個一路催前，最後衝線嘅時候150公尺嗰度勇於爬上去，嗰個驚人嘅爆發力呢，的確係即係最後係令到佢反敗為勝。所以環境就算點樣去艱難，你只要有決心去克服的話呢，好似巴基之星咁樣就贏咗。咁除咗呢個之外呢，今日我同大家提出嚟就話，我哋香港上一代個個都係輸在起跑線，但係竟然可以攞到有輝煌嘅成績嗱，呢一個係相當之令我哋覺得驕傲。我哋嘅上一代係做得唔錯，咁我哋呢一代呢，係比起其他人、其他地方呢，我哋喺起跑線上邊呢已經優勝。咁所以我哋繼續要點樣去完成呢一個咁嘅路程，呢一場賽事呢？呢個就係最重要，要堅持，要唔好自滿，要努力去做。咁帶出嚟日本仔又一樣嗱，日本仔佢喺面對中國限制呢個稀土嘅出口呢，咁佢哋媽媽咁嘅聲，咁點樣啊？因為稀土對於佢哋嘅嗰個電子產品，譬如好似呢個無線電話，我哋智能電話嘅嗰個手觸感嘅畫面要用稀土喺我哋嘅液晶體 LCD 嘅電視屏幕上邊嗰個顯示嘅一個功能上邊呢，亦都用稀土。喺佢個設計方面嚟講，稀土呢係不可或缺。咁但係中國限制咗稀土之後點樣呢？日本仔要諗啦，四處周圍去揾，喺海外深海又話，揾到個礦床又可以係補呢個稀土不足嗱，呢個其中一樣嘢。冇出路，另行揾出路。無論點困難都好，只要有個信心，你就一定會達到。咁佢哋仲有一樣嘢諗到就係點樣呢？大家見到嗰樣嘢垃圾好似係乜嘢？要棄掉，冇用。但係只要有慧眼同埋有智慧的話呢，垃圾都可以變黃金。咁所以日本人呢，就將嗰啲叫做廢置嘅電腦、棄用嘅電子用品再回收翻嚟，嗰啲舊電腦攞翻嚟，喺嗰個電腦板上邊嗰個網絡板上邊重新熔翻晒嗰啲產品，將嗰個即係個貴價金屬再回收，喺呢啲咁嘅電子產品上邊攞翻呢啲貴價金屬，你即係等同開礦，仲好過去重新開礦啦。因為你重新開礦呢，係破壞咗個環境，而攞出嚟嘅嗰個含金量呢，根本都比不上原來你而家就係得物呢，就在近在咫尺，你就攞呢一啲咁嘅廢置嘅電子用品，去重新去提煉你需要嘅嗰個貴價金屬同埋嘅元素，一樣都可以補到呢一個不足之處。所以只要肯去諗計，你根本不愁冇出路。咁我哋香港人向來都係講食腦噶嘛，係咪先？我哋香港人向來都係有種拼勁精神噶嘛，唔係話淨係貪威識食噶，係咪啊？咬緊牙根，只要肯去打出個出路的話呢，一樣都係可以掂當嘅。
下晝嘅時候呢，我就去咗我鄉議局今日呢，就係啱啱係我嘅以行政呢個執委執行委員嘅成員執委成員就參加呢一個鄉議局嘅嗰個會議。咁今日亦都係喺進行閉門會議裏邊呢，司行處理有一紮嘅，由於今屆係選舉年啦，咁有好多來訪嘅嘉賓，有一個唔係政黨嘅政治團體，亦都帶領幾位佢現時嘅現任議員呢，就去鄉議局度投票拉票。咁鄉議局嘅同仁呢，都表示支持建制嘅團隊係為香港服務。咁但係呢，當談到就話，如果鄉議局係自己亦都有呢個代表要出嘅時候，可能就會有一種親疏有別。如果有咁嘅事情出現嘅時候，優先支持翻自己鄉議局嘅成員，呢一個呢，就恕怪就算係建制派都好啦，都要了解。咁因為呢個係一個政治倫理方面嚟講，先要支持咗自己嘅黨，支持咗自己嘅人。咁呢個説話呢，係得到與會者嘅支持，亦都係好大方地呢。今日嚟嘅嗰個政治團體呢，雖然佢係嚟拉票，但同時呢就好認同呢個政治倫理方面嚟講，若果鄉議局有自己代表出線，都應該首先要支持翻自己嘅嗰個局中嘅人。咁我覺得呢位代表，呢位會長呢，好大方，講嘢好得體，嚟拉票同時係亦都展示出佢係有呢一種咁嘅有一種雅量。咁我覺得係值得大家學習。咁經過完呢一輪咁嘅介紹之後呢，咁局中裏邊亦都處理自己局內嘅代表。今日好高興呢，我有機會係向各位鄉親父老呢推介下我自己參選嘅理念。我本身亦都係新界原居民，我係屯門嘅良田村村長，亦都良田村村民，亦都係早喺90年代呢係參與鄉議局嘅工作，一路以來呢都係非常之用心咁樣為我哋原居民去探求好多唔同嘅法律嘅問題，同埋係社會嘅問題，涉及到原居民嘅權益等呢。過往我亦都係勇於去出聲。就喺呢一個新界嘅嗰個丁屋方面嚟講，或者係新界小型屋宇裏邊所面對嘅嗰個僭建問題，我點樣去爭取可以改善到現時嘅嗰個困局？就對呢一個僭建申報登記計劃嚟講，雖然我係反對，我認為呢係喺呢一個計劃上邊有可做同埋可以改善嘅地方。最重要嗰樣嘢就係唔好令到自己嘅嗰個公民嘅權利保持緘默，亦都係唔需要作一個書面認錯等等呢幾個基本嘅法律原則點呢，有一個共識呢。咁呢一個係可以去諗嘅。我嘅建議方式呢，就係將目前嘅香港法例第121條例裏邊呢可以修改。121條例裏邊就係容許，只要我哋可以向呢個類似市區裏邊嘅樓宇，只要有一啲叫做小型改善樓宇嘅工程的話，既定咗喺某幾個範疇裏邊，只要有合格嘅人去，即係叫做 authorized person 合資格嘅人士係則師一般咁講係嗰個水平呢，就預簽咗即係所謂叫做有關嘅嗰幾個工序呢係批准咗。譬如天台裏邊你唔好過50%嘅面積有上蓋嘅搭建，而呢個搭建呢係一定要有則師去批核。呢種叫做 minor construction work 嘅計劃呢，係可以借鏡於市區嘅樓宇，有咁嘅方案應用喺我哋新界嘅小型屋宇上邊。若果係有同等嘅方式去做的話呢，一省卻咗屋宇署要批則嘅問題；二喺呢個制度下邊呢，
由呢啲叫 authorized person 咧去承擔咗呢一個專業，因為佢有專業水平，承擔咗個專業嘅責任。倘若有結構上有問題出現，日後由專業人士去承擔。咁呢個係一件好事啦。專業人士佢基本上佢係資格係達到標準，亦都係執業嘅則師或者係工程師計嗰條數。咁喺個興建有關嗰個村屋嘅嗰個改善工程裏邊呢，係得到一個確認，係確保安全。咁同時呢，就亦都可以將有關嘅嗰個職呢，亦都係可以喺喺屋宇署裏邊呢，就登記存案，有咩冬瓜豆腐，亦都可以去追尋邊個人負責。而專業人士亦都自己有買咗保險，所以在種種嘅嗰個利好條件下呢，呢個 minor construction scheme 呢，係叫做小型嘅嗰個修改嘅工程啊，或者係改建工程呢，喺預定幾個範疇裏邊放權俾啲專業人士去做，咁樣真係可以紓解民困，亦都係可以平衡得到社會上嘅需要。我覺得呢一個可取，只要將呢個121條例去更改就得啦。咁同時我亦都係對新界嘅土地釋放係愛嚟去應用於即係城市嘅發展。我哋土地不夠要去徵收嘅時候，要點樣去從原居民或者係原業主裏邊攞到呢一個咁嘅土地權益呢？你一定要善待人哋要取呢一個咁嘅土地，要出價從公。咁所以呢，喺現時嘅嗰個徵收土地條例12C 第12C 裏邊呢，扼殺咗原業主係擁有得土地嘅嗰個潛在發展利益呢一方面嚟講咧，政府收人哋唔作出一個補償，淨係以農地表面價去作賠償咧，呢個係唔公平嘅。鄉議局咁多年來一直都係爭取要將呢個 Section 12C 呢話扼殺咗人哋嘅土地發展潛質嘅呢一方面嘅嗰個不公平現象，要將佢糾正呢，遲遲都未能夠實現。好希望我哋立法會有多啲我哋呢一方面嘅聲音可以作出反映，從而係令到我哋社會更加係會公平好多。與此同時亦都可以爭取一啲機會去重新探索下以前曾經成功過嘅某些橋段，點解我哋現在唔可以再用呢？譬如政府要徵收原業主嘅嗰個土地嘅時候，佢冇錢俾，或者係作為原業主，我唔係想淨係愛你嘅錢，我想共享將來呢笪地發展咗，呢個新市鎮發展咗出嚟嘅嗰個利好條件，我可唔可以有個叫土地認可證啊？嗰個叫 Letter B。Letter B 咧喺港英時期嘅時候呢，係做得非常之好，唯獨是因為要回歸呢，港英政府當其時簽咗大量嘅 Letter B 呢，係必要將呢啲土地嘅債券清還晒。當其時咁樣做無可厚非，但係本身用呢個土地債券簽出嚟俾原業主可以有選擇，一係愛獎金，一係愛獎品，即係好似胡章超咁樣，你愛獎金啊還是獎品，你有得選擇。有選擇呢，就大家會開心，做得好好多。咁所以個 Letter B 個 concept 呢，根本就可以再重新攞翻出嚟，灌注一個新嘅生命，然後令到我哋新界發展嘅時候呢，大家會和衷共濟，少啲爭拗，而係少啲怨氣，多啲呢係一個咁嘅所謂叫做合作和諧嘅聲音。呢個亦都係我希望喺新界篇裏邊呢慢慢展述出嚟。我要愛嘅係一個更加公平嘅一個城鄉發展嘅嗰個安排。我要愛嘅喺城鄉發展當中嚟講，亦都尊重歷史。喺我哋基本法裏邊40條，我哋香港特區政府需要去保障我哋原居民嘅合法傳統權益。我喺呢度亦都敦促呢，就有關其他嘅政客唔好喺呢啲城鄉問題方面嚟講呢，係挑起嗰種矛盾，亦都唔好眼紅人哋已經喺歷史遺留落嚟一路享受開嘅權利，
就然後就用一種話點解你有我冇？人哋有各有前因，莫羨人。如果你想有，你就努力喺你自己手上去拼勁去打造一個你自己嘅未來。咁所以我哋要明白歷史，要尊重現狀，然後咁樣先去做得更加好嘅公平嘅未來。咁呢一個就係我今日喺鄉議局裏邊同大家係分享。期間裏邊呢，就亦都有好幾位話想出線。咁當然咧，由於咁多人都係出線，同以前嘅嗰個政治環境咧，今天已經變得係成熟，亦都可以話係複雜咗。最後鄉議局咧認為係話唔反對鄉議局成員呢，或者下邊嘅鄉事委員會各自係簽署一啲叫做同意consent to support 同意支持書。咁但係站喺鄉議局嘅嗰個層面方面講咧，聽到大家嘅需要，聽到大家嘅聲音，認為喺呢一方面講係保持一個中立，但係唔反對各鄉事委員會喺呢一方面給予個別嘅支持，或者議員給予個別嘅支持。咁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解決辦法啦。摒除咗大家話點解要鄉議局支持阿甲唔支持阿乙，或者支持又唔支持阿丙，又支持阿丁咁樣。咁呢一個要係做嘢要貫徹，亦都係不為一個解決暫時一個臨時解決嘅辦法。咁我今日咧就同大家講講咧，就係基本上係呢一個我嘅第一日街站同埋去拜訪鄉議局嘅情況。以後落嚟嘅日子咧，我亦都會努力咁樣向其他嘅鄉事委員會作推介我嘅政綱。實際上佢哋嘅支持係重要，但係最重要嘅都係你，因為一票在手嘅就喺你手上。你係選民，你係登記嘅選民，無論你係原居民都好，只要你認為係對香港凡事都有利嘅政策或者我哋嘅政綱，咁呢個就係你去研判究竟喺你眼前嘅一個咁嘅候選人，佢有冇咁嘅誠意為香港人服務，佢有冇咁嘅能力為香港人服務，亦都係咪有咁嘅真心真意同埋咁嘅態度，同埋係努力咁樣為大家去爭取改善一個更好嘅香港。我哋香港唔能夠再係咁樣蹉跎歲月，浪費時間喺大家。我個女翻啦，咁就今日我廣播嘅時間咧仲有6分鐘。喺呢一度我亦都講講係呢一個中產區其中一個呢一個係民生裏邊一個議題，我亦都覺得係應該要爭取，先喺呢度作一個初步介紹。明晚我會再繼續展示我嘅政綱。咁嗱，呢一度呢，就係中產方面嚟講呢，對於我哋現在嘅嗰個 MPF， 即係叫做強制公積金呢一方面嘅計劃，我哋有冇改善嘅空間？我嘅答案係有。我亦都好高興呢，強積金局呢最近呢係啱啱諮詢過，有冇任何嘅改善空間？喺呢個範疇方面嚟講呢，我覺得係應該可以將我哋嘅嗰個強積金唔需要等到65歲，可以提早去享用。只要你符合兩個特別嘅標準，兩個標準係乜嘢呢？當你係去購買你自己嘅居所，唔係炒樓嚇。當你買你自己嘅居所，呢個居所呢係你自己嘅你嘅積蓄去買。咁但係大部分香港人，我哋買樓都係要借銀行嘅錢。咁呢個借錢方面講 ，Hello， 坐，你坐嚟先。Up，yes，good，up，yeah，大家傾下偈，同我哋嘅 yes，係咪？同大家傾下偈 ，OK。我做廣播，你嚟八八卦卦，攬下先。唔到你攬，上次家姐攬，而家到你攬，攬好啲，攬好啲 ，yes，good girl。好啦，你望下人，望下底，好望下 ，OK。Look at the
你望下鏡頭先啦，望下鏡頭先啦，望下嗰度 ，say hi to everybody，OK，好啦，猛驚咁啊！好，我講埋啲嘢先。咁咧就如果我哋可以將呢一個咁嘅強積金活化的話咧，買樓我哋減低咗嗰個 mortgage loan， 從而亦都可以減低個 mortgage interest。試諗下，如果我係一個中產階級，25,000蚊人工收入一個月，咁5% 係我嘅，即係等於5 2 10 5 20有1250蚊係我嘅嗰個強積金。咁跟住僱主亦都要俾5%，咁即係有25,000蚊。咁呢25,000蚊裏邊咧，一年咧，咁我就已經有成2萬幾人㗎啦。咁呢個2萬幾蚊裏邊3萬蚊啦。咁呢3萬蚊裏邊咧，我哋可以一年已經儲蓄到3萬蚊，10年我有30萬。如果我做咗10年的話，我有錢喺度，我老婆又有一份，我又有一份。咁將我哋兩公婆嘅呢一啲咁嘅錢放喺強積金上面嘅錢罌，與其要等到65歲先用到，而家我係30歲或者35歲，由25歲開始去打工，去到35歲，兩公婆都有成幾多錢啊？要幾廿萬㗎啦嘛。咁可唔可以用嗰啲錢嚟去供呢個樓呢？咁呢個係應該可以㗎。錢放喺自己嘅袋度，好過放喺人哋嘅袋啊！要等到65歲先用嘅，咁係咪已經即係第一到其時65歲嘅時候，啲錢都唔知會唔會貶晒值，十居其九會貶值。再加上喺個過程裏邊，呢度有人炒下，嗰度有人炒下，你話同我哋投資，如果係純粹咁樣投資，我不如放喺間樓度，係咪減輕咗自己嘅嗰個膊頭？點啊女 ？How are you? Good, thank you。咁咧就咁呢一個咧就咁樣嚟善用個強積金，唔需要面對一個嗰個通貨膨脹沖淡咗我哋嘅嗰個儲蓄。第二個可以使用係點樣咧？我哋與其投資喺其他產品，點解唔投資我哋健康？我哋可以用強積金部分嘅錢嚟購買我哋嘅醫療保險。人呢，一個人呢，最健康呢都係40歲前，但係40歲後呢，開始個健康會走下坡。咁阿叔公教我哋好啱嘅就係話咩呢？健康係當你健康嘅時候去尋找做運動啦。但係同樣，如果我要保障自己嘅健康，我得到一個醫療嘅保障，就係我健康嘅時候去買呢一個醫療保障咧。咁我受保嘅嗰個機會高，兼且咧就係嗰個 premium 咧俾出嘅嗰個保金係會少。如果去到40歲，我可以有部分嘅強積金嘅錢攞嚟去買我全面嘅醫療保障，譬如買1000萬，一年裏邊嘅嗰個 premium 嘅保金可能都係1萬幾千蚊㗎嘛。買到有1000萬嘅 coverage 係可以保你嘅醫療 hospitalization 同埋其他嘅嗰啲開支年終裏邊驗下身，咁花萬零蚊就可以有咁嘅保障。咁呢個選擇係咪好啊？仲有啊，嗰啲錢唔使再喺自己另外嘅口袋裏邊揞出嚟，就喺強積金嗰度攞嚟都係萬零蚊一年，綽綽有餘，供得起啊！已經嗰啲錢喺出邊噶啦，就攞嗰啲錢嚟買保險。買咗保險之後呢，我有個保額呢，我可以去私人醫院又得，我可以去公立醫院，即係 hospital authority 下邊，咁我 private ward 又得。最緊要自己有選擇。嗱，呢一個就係我中產嘅嗰個中產篇裏邊為民生要爭取嘅，點樣照顧翻我哋中產嘅一個待遇。嗱，如果中產可以掂的話呢，一樣可以引申到其他打工一族都掂。咁呢一個就係我今日同大家作一個初步介紹，係點樣活化我哋 MPF 有關嘅嗰個建議方案呢，我亦都已經喺上個月呢，就通過另外嘅合作機構匯蝶公益呢，就已經作一個呈遞向政府，向呢一個強積金呢一個 Provident 呢個 Mandatory Provident Board 呢，就做咗一個咁嘅建議，希望呢個建議係得到從善如流。好，
咁啊，時間差唔多啦，我睇睇我嘅網民有啲咩講先好冇？哦，阿 Terry Wong 話要睇狗狗，睇完啦，我攬住阿 Chow Chow。咁啊，Chow Chow 咧就係一隻唐狗，大家見過，稍後再同大家傾下。我想參觀下阿姚嗰間屋企多啲喎，係唔得嘅，呢個私隱問題。我肯啊，我老婆都唔肯啦，係咪先？唔好制，得罪老婆冇好日子過。葉記就話都係嗰句根在新界，心係全港，冇錯。我亦都係喺另外一個組織裏邊呢，係屹立新界，關顧全港，凝聚共識，達至大同。我喺唔同嘅組織裏邊呢，都係大家係認同嗰個共同理念，就係要有一種包容，要有一種和諧，有咩意見都好，大家可以和衷共濟。一個人嘅意見未必啱晒，但係兩三個人行埋一齊嘅時候，只要係抱住一種誠意同埋積極嘅態度，哪怕係有唔同意見，都一樣可以融合分解嘅。咁所以今日我好高興可以去到鄉議局表述咗我嘅心跡。咁至於佢哋點諗呢？我相信佢哋係明白嘅。雖然暫時亦都有部分嘅人佢未係十分諗通諗透，咁但係時間係可以證明一切。多謝各位。你先 ，Benny 有啲咩講啊？順豐位、黎位、中屋村呢啲係好多票，我本身都係呢度嘅原居民，只不過搬咗出市區。咁麻煩啦 Benny 你同我拉票咯，好唔好？正能量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嘅。Matthew 哥哥咧就話香港需要創業，需要一種創意嘅產業，絕對支持你對環保資源回收嘅諗法，好好，呢啲係好嘢。係啊，你千祈唔好當嗰啲係草啊，其實係寶嚟㗎。OK，劉德華就咁講，4年前已經有人寫專欄話阿姚哥雖然係落選，不過下屆就會係大熱嘅機會會贏，因為2012年係令大家知道阿姚哥係咩一個人，最起碼係除咗筆記墨記之外，亦都對阿姚哥印象深刻咗。多謝，我會喺呢一方面繼續努力。而家距離投票仲有47天，希望可以得到大家廣泛嘅認同。我會努力，我會爭取更大嘅支持。今日同大家講住咁多先，軍事行動今晚就此結束，明天一早明晚我哋再見面。咪住先，明天早上10點半呢，我就開始我嘅嗰個造勢大會，由我良田村出發，咁然後慢慢踱步向前行，去到屯門市中心嘅仁愛廣場，同大家係見面，希望得到大家前來支持同埋鼓勵。我會努力為大家爭取呢一個成果。9月4號成功在望，有你同埋我，多謝。